係咪醒翻啦？即下好醒啊！熱㗎喎，轟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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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轟，好熱㗎喎，係咪好大聲啊？冇辦法嚇親你哋啊！因為我要幫你調翻正，啱啊！係咪醒翻啦？即下好醒啊！熱㗎喎，轟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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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熱㗎喎，係咪好大聲啊？冇辦法嚇親你哋啊！因為我要幫你調翻正，啱啊！係咪醒翻啦？即下好醒啊！根本唔係長實，唔係李嘉誠嗰個教。你知道七仙魚我有講過，點會唔知啊？呢單嘢點睇？